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頻道。中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當你60幾歲正式告別職場、交還職員證嘅嗰一日，大家嘅生活會係點樣呢？好多人一生營營役役都係為咗儲一筆退休金，希望老咗可以過上有尊嚴、安穩嘅生活。但係今日嘅香港高地價、高物價，再加埋醫療負擔，係令到越嚟越多打工仔都開始計一條現實嘅數㗎，就係辛辛苦苦儲埋嘅幾百萬強積金同埋儲蓄，如果係留喺香港嘅話，到底可以頂到幾多年呢？近年移居北上大灣區，又或者係去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呢一啲東南亞國家養老，成為咗熱門話題。網絡上就有無數嘅片話你知，幾千蚊可以做大爺，住1000尺豪宅唔使憂。但係退休就唔係去旅行啦，短住1-2個月覺得有新鮮感，同你長住20年、30年就完全係兩回事啦。去到人生後半場，除咗睇食飯幾多錢、租金平幾多，你更加需要計清楚病咗點樣算，香港福利點樣帶走，稅務點樣處理，同埋層樓點樣處置。今日條片會同大家做一個比較全面嘅了解，我哋用香港線、大灣區線同埋東南亞線3條軸心，逐一解構生活成本、醫療、稅務、居留身份同埋某一啲比較少人講嘅隱藏魔鬼細節。如果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嘅話咧，希望觀眾朋友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我哋即刻開始。首先我哋就入正題，講最直接嘅錢呢一部分啦。我哋分為冇樓租屋族啦，同埋高端養老族兩種情況去睇。第一條線香港最重要咧就係高物價同埋空間壓縮㗎。多個國際調查就顯示，香港嘅生活成本喺亞洲係長年穩居前2名㗎。如果喺香港退休，最大嘅敵人咧就係點樣住啦，住喺邊一度啦。如果你係冇自置物業嘅話，打算退休之後係租屋嘅，喺市區租一間普通嘅2房單位，基本上係14,000至到18,000蚊咧走唔甩㗎啦。加埋2個人嘅日常飲食、娛樂、交通，同埋間中睇下醫生嘅費用，1個月基本開支輕輕鬆鬆去到2萬至到25000。即係話，如果係冇樓嘅話，即使係儲到300萬嘅港元退休金，喺香港可能只能夠撐到10至到12年㗎。第二條線大灣區係用空間嚟換取生活質素。我哋睇下近年最熱門嘅大灣區，保險公司同埋退休協會嘅報告就顯示，中山、珠海、江門等等嘅城市生活成本大約只係香港嘅1/3。我哋計一筆最真實嘅帳，喺中山或者係珠海租一間全新配套好、大約1000尺嘅3房單位，月租大約只需要人民幣2500至到3500。日常去街市買餸、外賣、飲茶，2個人每個月大概係人民幣3000蚊，所以普通過得好體面嘅生活。每個月港幣6000至到1萬蚊已經非常充裕啦。如果你係追求更高嘅標準，內地近年咧都好流行大型保險公司搞嗰啲中高端養老社區。例如係有一啲綜合醫院配套嘅一條龍服務嘅管家、老友記俱樂部等等嘅呢啲設施。呢一類嘅社區咧，每個月嘅費用咧大概係人民幣15,000至到3萬蚊。如果一次過簽20年嘅服務合約嘅話，總成本咧大概係500萬至到700萬人民幣。雖然聽落係好貴，但同樣嘅價錢喺香港只能夠住到空間係細好多、照顧比例相對緊張嘅私營老人院㗎。呢一度咧 Simon 要額外咁樣講一講嘅就係，我係對今日嘅影片所有嘅數據咧，用過幾個 AI 一次過掃佢哋嗰啲數據正確與否，唯獨呢個叫做一次過簽20年嘅服務合約，總成本500萬至700萬咧，係冇任何數據可以支撐嘅。
係啦，因為畢竟我覺得係好合理嘅。今時今日同20年前其實個社會環境都兩回事。咁你又再展望未來20年，其實又係另一種世界嚟嘅。所以呢一樣嘢咧，佢有呢個講法，但係就個數字咧又係唔係嗰個咧就好難講啦。咁啊，第三條線東南亞佢嘅特色咧係繁華嘅首都同埋比較寫意嘅二線嘅抉擇㗎。東南亞各國嘅差異都好大㗎。咁啊，主要睇泰國同埋馬來西亞。如果係揀一線城市嘅核心區嘅話，好似曼谷市中心或者係吉隆坡雙子塔附近，租金同埋生活費其實都唔算太平㗎。咁啊，只係比香港平大概30%至到40%。每個月嘅預算都係要去到港幣1萬至到12000蚊或以上㗎。但係如果你肯退一步，去到清邁、華欣或者係大馬嘅檳城、怡保呢一啲地方，生活成本就會大幅下降。去當地嘅本土市集度買餸、食 local 嘢，物價低到你無法想像。一個月港幣5000到8000蚊就可以住到一間帶泳池同埋健身房嘅高級樓宇，過上好似度假咁樣嘅生活。咁啊，呢一度咧，Simon亦都插多兩句分析當中咧有講到，都好強調嗰個東南亞咧唔同國家唔同城市咧甚至乎咧佢哋去到唔同嘅區咧，嗰個差異都真係幾大嘅。咁啊，呢一度咧就大概了解一下。咁之後第二部分我哋就睇下醫療同埋長者護理。生活平咧固然係吸引啦，但係人老咗最驚嘅唔係冇錢開飯，而係生病啦。醫療往往係決定退休成敗嘅最大關鍵。香港嘅特色就係最強嘅安全感，但係又有最長嘅排期㗎。香港嘅醫療水平國際認可，只要你有香港身份證，就享有公營醫療福利。大病做手術嘅費用極低，但係一個痛點就係一個字啦，等。新症排專科或者係做個白內障、換關節手術，喐下排1-2年甚至3年以上。如果你去私家醫院，質素無可挑剔，速度極快，但係個費用都好驚人。一場大病可能就將你嘅成個退休嘅積蓄清零晒。所以留喺香港退休嘅朋友，個標準配置一定要有香港公立醫院福利，加埋自購嘅自願醫保㗎。年紀越大，保費就越貴。呢一筆保費係留喺香港退休必須預算嘅硬成本嚟㗎。而大灣區嘅特色咧，就係政策係不斷咁樣鬆綁緊，但係你亦都要適應新文化。好多香港朋友擔心北上養老睇病點樣算？話一個好消息俾大家知，政府依家係大力推行緊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以前就只能夠喺深圳港大醫院嗰度用，依家已經擴展到廣州、中山、東莞等多間大型3甲醫院，連華為荔枝園社康中心都可以用。長者可以用香港醫療券去睇門診、開藥，係極大程度咁樣解決咗日常小病小痛嘅問題㗎。不過如果遇到大病嘅話，係依然有幾個隱形問題。第一就係病歷係未完全互通㗎。第二就係內地嘅住院流程同埋付款方式，往往係要先交大額嘅押金。仲有護理文化，內地醫院多數係需要家屬自備陪護或者係請護工㗎。同香港嘅操作完全唔同。香港長者就需要時間去重新適應啦。東南亞呢一度咧，你可以話醫療咧係商品咁樣，而保險咧就係你嘅命根㗎。泰國曼谷同埋馬來西亞嘅吉隆坡嘅私家醫療環境好到好似5星級酒店咁樣，醫生講流利嘅英文，技術亦都非常好。但係你就要留意啦，你喺嗰度係作為外國人，係冇辦法享受當地人嘅公立醫療福利㗎。你睇病做手術全部都係市場價。
如果係諗住去東南亞嗰度退休，係必須要喺60歲之前買一份保額足夠、保障全球或者係亞洲區嘅高端醫療保險。而且你仲要有心理準備，隨着年齡增長，年老嘅時候，外籍人士嘅保費升幅可能係非常驚人㗎。如果有一日你係斷咗保，或者係因為健康問題，你已經係被拒保，咁你可能係不得不考慮搬返嚟香港㗎。講完開支同埋醫療，第三部分我哋就講下稅務同埋資產。好多人以為退休冇嘢做就唔使交稅，係大錯特錯㗎。唔同國家嘅稅制隨時會咬你一大啖。第一，留喺香港，最乾淨利落嘅低稅天堂。香港係退休人士嘅稅務天堂。我哋冇資本增值稅，冇股息稅，冇遺產稅。你到65歲係可以一次過，又或者分期免稅咁樣提取你嘅 MPF， 即係強積金。你繼續買賣港股嚟賺嘅錢，香港物業收嘅租係1分錢嘅呢個投資增值稅都唔使交㗎。財富管理最清晰，最容易預算。第二，去大灣區183日嘅稅務居民防線。當你係長住內地嘅話，就必須面對中國內地嘅稅法啦。內地判定你需唔需要就着全球收入課稅，核心界線係1年之內是否居住滿183日。雖然目前國家對港澳居民係有呢個稅務寬免，例如只要你係喺每6年之內有一次離境連續超過30日，就可以免除就着境外收入課稅。但係呢一個政策未來又會唔會變呢？而且如果你喺香港依然有物業收緊租，又或者係有海外嘅股票派緊息，當你成為內地稅務居民，呢一啲嘅收入理論上都有申報同埋課稅嘅風險㗎。另外，大家關心嘅福利，例如香港嘅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廣東計劃，雖然係允許你係喺內地嗰度領取，但係中間有好多申請手續同埋喺香港嘅日數限制，兩地嘅強積金跨境互通機制都未算係完全打通㗎。第三，如果係去東南亞嘅話，你第一關要面對嘅就係居留身份啦。以前好多人去馬來西亞申請第二家園計劃，但係近年大馬就修改咗幾次嘅新制，分咗唔同嘅等級，存款門檻大幅提升，銀行卡要有幾十萬元嘅呢個港元做定期存款，鎖死喺當地銀行。泰國嘅退休簽亦都有一定嘅銀行存款或者係年收入嘅要求，而且係需要逐年咁樣續簽㗎。政策主導權完全就喺當地政府手上。再者喺稅務方面，泰國近年亦都加強咗對居民海外收入帶入泰國嘅課稅執法。如果你係將香港嘅強積金、股票派息或者係租金匯入泰國戶口做生活費，係隨時被當作呢一個應該課稅嘅收入㗎。喺去之前一定要揾稅務專家問清楚，否則分分鐘賺咗匯率，蝕咗稅款㗎。有錢有醫療就係咪一定幸福呢？退休生活仲有最重要嘅一環㗎，就係心理適應同埋社交圈子。去大灣區基本上廣東話就係比較通行，飲食習慣同香港比較類似。你日常去飲茶、買餸、揼骨、聽粵劇，基本上冇任何文化隔閡，適應門檻係最低㗎。但係若果係去東南亞嘅話，去泰國、越南，就算華人社區再大啊，當你要去到政府部門嗰度搞嗰啲續簽，去醫院同醫生溝通，或者係屋企水喉壞咗要揾師傅嚟整，呢啲語言障礙就會即刻變成巨大嘅生活壓力㗎。另外就係同屋企人嘅距離，留喺香港你可以隨時約仔女孫仔食飯，家庭聯繫最緊密。如果係去大灣區嘅話，依家高鐵啊、港珠澳大橋啊都非常方便。
喺廣州、中山搭高鐵返香港，可能仲快過你住屯門去柴灣㗎。仔女長假期探你亦都好方便。但若果係去東南亞嘅話，就必須依賴飛機啦。雖然廉航係多嘅，但係來回喐下都幾個鐘。當香港家庭有突發事件，例如有親人病咗，或者真係需要你返香港幫手睇住小朋友，你就好難做到即日來回啦。呢種空間上嘅距離感係會隨着年齡增長變成一種孤獨感㗎。咁仲有法制方面啊，香港嘅金融系統同法制高度透明，資產放喺香港係最安心㗎。而居海外，無論係大灣區嘅房產物業權益，定抑或者係東南亞嘅外資限制，你都需要花時間去學習、去適應當地嘅法律環境。千祈唔好用香港人嘅既定思維去理所當然咁樣思考。講到最後，睇完咁多數據同埋細節，你又會點樣揀呢？同大家整理咗3個比較典型嘅 profile， 對號入座就知道自己嘅出路喺邊啦。第一種，若果你係冇自置物業，主要係靠 MPF 同埋少量積蓄嘅基層打工仔，其實個結論就建議認真考慮大灣區㗎。原因都無他，若果你係夾硬留喺香港嘅話，高昂嘅租金係會迅速將你嘅退休金榨乾㗎，你可能會生活得好拮據。若果係北上大灣區嘅話，你可以用每個月幾千蚊換到1000尺居住空間。體面嘅生活，加埋依家大灣區醫療券嘅擴展，基本生活同埋醫療安全網都得到保障㗎。第二種，若果你係喺香港有一層自住樓，冇物業按揭嘅，即係供斷咗㗎啦，有100幾200萬嘅積蓄嘅中產一族，結論就係最啱係採用雙軌混合模式㗎。你最大嘅開支住呢一樣嘢咧，就已經解決咗。你千祈唔好盲目咁樣賣咗香港層樓去外地嗰度買大屋。最聰明嘅做法係繼續持有香港嘅物業，或者係出租、以租養租。呢度Simon再加多一句，若果你真係諗住嗰個物業係自己使咗佢嘅，就冇話留俾後代嘅諗法，都可以考慮。依家香港係有銀行搞嗰啲逆按揭㗎嘛，咁你就唔使煩咯，係啦。用呢一種嘅做法咧，喺香港保留一個家，1年入面咧有半年去大灣區或者去清邁嗰度享受大空間平消費，另外半年就返香港住，見下仔女，享受香港嘅頂級醫療福利。呢一種叫進可攻退可守㗎。第3種就係若果你係資產充足嘅人士，不憂衣食，就係追求生活品味同埋體驗嘅高淨值人士。就純粹睇你係想追求邊一種 lifestyle 啦。因為你根本都唔需要因為邊一度平而去作出決定。如果你係中意國際化、多元文化、高效率嘅生活，留喺香港就最舒服。如果係想享受頂級嘅高爾夫球、陽光與海灘、慢節奏，東南亞亦都係生活方式嘅一種唔同。如果你想有人貼身照顧，享受高端5星級養老社區，大灣區嘅旗艦養老項目亦都係一個好選擇。最後同大家講下，退休唔係人生嘅終點，而係另一段精彩旅程嘅起點。世界上冇一個絕對完美嘅退休天堂，只有最適合你嘅個人資產、健康同埋家庭狀況嘅取捨。用高成本去換取制度上嘅100%安心，定係用少少不確定性換取更大嘅生活空間呢？決定權就真係喺你手上啦。你依家係計劃緊邊一度退休？你又覺得邊個地方最吸引你呢？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留言講下，一齊討論一下㗎。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一度。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集再見，拜拜。